Yaksi.小度，把窗帘關上。已經關閉窗簾。又幫我刪咗啦。所以啊，哇，中國你睇 AI 真係好勁啊，好強大啊，係咯喎。哇，又叫閂冷氣。小度，把冷氣關上，把空調關上。好的，為你關閉房間的冷氣。喂，又刪咗啦。哇！係咪好勁咧？中國啲 AI 真係，一流啊！早晨，今日嘅早餐就比較簡單啦，就唔好食咁多，因為琴日食得太多嘅肉啦。簡單，有包，有啲菜，有個粽搞掂，就唔好食到太過。呢幾日太犀利咗，食得太強啊！食多啲菜啊！可以菜，睇下呢個係咩粽，陣間開嚟試下。不過一般上呢度嘅粽咧都係帶甜嘅比較多。我今日呢間大酒店啊，話嘅人啊好多，我哋淨係等 lift 啊，都等咗差唔多成10分鐘嘅時間。佢就係得3號 lift 嘅啫嘛，所以我哋咧就搭上去先啦。然之後先正再落翻嚟就比較快啲。如果你淨係等落啊，然之後咪呢個時間咧，全部 check out 啊，全部都係同樣嘅時間出閘，去同樣嘅景點。八八是新疆的，四川那邊的，是新疆的，新疆的是這個刷一個美女，新疆的是這個，經過膠，這個有沒有那個種子在裡面的？沒有，真的這麼大？哎，你看，直接打開吃就行了。哎，多少？一斤19，一公斤38。哇，38，一公斤38，一斤19。都是四川的，這個是新疆的，這個新疆的，還要吃新疆的，這個新疆的。猜一下我們新疆的嘛。可以買一條的嘛？可以，一條兩條都可以，啊，幾條都可以。一個。這個這麼大條的。38一公斤。對，這。7塊6。我知道我可以嘛。7塊6，7要塊6。幾個？沒有，我看一下先。最快的。下來有很多個嗎？不行。要個。啊？不要個，什麼分幾個？你不要亂來。這個好巧呀！佢兩個唔好食嘅，我結結地。來。你買一隻啊？要一個兩個都可以。這個是30。那是雙胞胎的。喂。我要啊，好像我也可以的。我都未買你。這個是40。啊，你睇個招。哇，睇幾鬼大梳啊！睇都大碌喎，鼻嘟嘟啊！哇！哇！嚇？搞得唔落好似。唔係個真條啊！好大碌啊！誒，好大碌嘅蕉啊！大碌啊！因為我喺江西又買下有邊度又係有。新疆嘅蕉啊，係喎。100幾蚊啫。哦。呢度咁貴嘅？呢度好貴喎，誒，一條蕉5蚊啊，馬幣。我買成抽俾5蚊馬幣嘅蕉，不過好食。
嗱，馬幣4溝幾啊？啊4溝幾啊？5溝一條啊？来，请吃下。那我有钱不？12块錢。哎，我有。啊，一條蕉啊，食5蚊雞啊，唔係搞笑啊！啊喂，好啦嚇，啊，5蚊雞嘅蕉啊，好了，下了。好食。可以食， 5蚊雞。喂，一條蕉啊，5蚊雞啊喂，咩嚟嘅？哦，肯定啦，買啊買啊喂，買啊買啊！呢個叫做烤包子，嚟新疆的烤包子。烤包子，哇！行李就在这里面，绝对安全啊！行李都不要都没动，在这里面绝对安全。是不是会打开的啊？只要我们不在看，是会打開的。哦，對，我今日咧，我哋係嚟到呢個地方叫做 Nalati 啦。呢個地方就叫 Nalati，所以而家睇到前邊呢個咧就係叫做逆類，係點樣讀咧？應該咧逆類陽光啊，應該係休閒驛站啊。所以我哋今日咧就會喺呢度住啦，咁琴日咧，我哋喺嗰個地方就嗰隻叫做伊利啊，咁嚟到呢個那拉蒂咧，就需要話都好長嘅一個時間啊，好長時間啊，差唔多坐車啊，3個幾鐘啊，到呢度啊，3個幾鐘嘅時間啊，坐到屎忽都痛啊！不過收翻 OK 啦，咁我哋通常咧呢度係行2粒鐘就會停咯，大概俾你停20分鐘，然之後再繼續嘅，都係絕對冇問題啦。咁大概1、2、2粒鐘咁樣咧，你就會俾你上一個廁所，咁樣咧就再繼續嘅咯，都係冇咩大嘅問題嘅。咁咧今日我哋住嘅咧，你可以睇到呢度係屬於比較鄉下嘅地方嚟嘅喎。因為而家咧，我哋咧就未去嗰個大草原嘅，咁咧就喺呢度咧就check in 先。咁今日我哋住嘅地方咧就你可以睇到，就喺我呢個左手邊呢度咧睇唔睇到啊？哇！嗰個係蒙古嗰啲 camp 啊，蒙古嘅 camp。今日咧我哋就會喺呢度食餐㗎啦，我哋嘅晚餐應該係呢度啦。跟住在前邊嗰度咧，你會睇到有嗰個 caravan 啊！今日咧，我本身咧就會選擇住呢個 caravan，就試下睇呢一個喺呢個大自然嗰度住呢一個 caravan 嘅嗰個體驗啦。咁如果你唔要住 caravan 嘅話咧，其實都係可以住呢邊嘅民宿嘅前邊呢度嘅民宿都可以住嘅咁你自己選擇啦。咁我咧就要有一個唔同嘅體驗啊！乾淨就得㗎啦。咁我嚟試咯。係咯。咁我去試過咯，未試過嘛。去睇一睇先。夜晚。OK 冇啊？得唔得啊？凱倫冰威。哇！你喺前邊又可以坐住。哇！好，得唔得啊？哇，有 sofa 喎！哇！我都好大啊！哇！呢個床夠啦！哇，2個人夠瞓啦！又有咗電視，又有冷氣，最緊要廁所得唔得啊？喂 ，OK 啦，廁所沖涼。OK， 所以今晚我嘅決定係冇錯嘅，我哋要住呢一個 caravan 啦。咁咧我哋就去報下名先。爽唔爽啊？幾爽下喎，可以搖。哇，好似轉嚟轉去咁樣，會唔會暈啊？今晚我哋試。我有2個，你隨便給1個就行。10個10，那就給10號。再瞅瞅，這是6、7。呢個係那拉蒂10大風尚民宿，哇，應該係幾有名㗎呢個。進我去，你房間開心死，你不知道啊。
呢個就係今晚我哋住噶啦 F10呢個 caravan 啦。頭先已經嚟睇咗，咁咧，哎呀，攞咗房就入去擺低啲行李先。哇！哇！哇！你睇下呢度上邊係透明㗎，可以睇到好多星啊！今晚，哇！唉，好爽好爽！哇！咁多日啊，終於今日睇到個魚咗。呢度係冇咩興食魚嘅。睇呢個嘴嚟講咧，呢條應該係鯉魚啊！鯉魚啊，係咯冇個嘴係咁樣嘅。又係一樣啦。10餸1湯，白飯任裝。又開餐咯！哇，係啊，鯉魚嚟㗎。哇！誒，怎麼這麼真啊？哦，攞個饅頭嚟 share 下先。有雞啊！呢個雞咧就係每一餐都有嘅。不好意思加水。哦，怪不得2個位置在這邊，原來有人要。呢個菜好似薯仔菜咁咯，但係唔知唔知咩菜嚟喎？未食過鯉魚。你哋冇試過種？好食啊鯉魚。因為就話咩試新鮮啊！哇！大腸。两凤梨，兩鳳梨就係嗱 Lucky 啦，Lucky 嘅大門口啦，就係呢度買飛都入去噶啦。跟住又去搭啲巴士就直接我哋睇大草原、大雪山。呢個就係嗰個那拉提嘅呢個旅遊區呢個景點啦。都我哋就上一上個廁所先而家。是直接坐车到第3站的然后有的车型有的在后面就没有办法去控制的。如果说你们要自己来，那你们就自己走。人好多，人好多。到呢度咧，我哋係要搭。咁我哋就行緊呢個樓梯上去上邊啦。所以嗰啲梯級嚟講，so far都係 OK 啦，細級嘅。有啲就大級，呢個係細級。影人好啊！好多人喎呢個景點。所以上到嚟呢度咧，呢度係第一站啫，仲要行到上去上邊嗰度。然之後咧就要喺右手邊嗰度行翻落去咯。呢度個風景就係咁樣啦，你就會睇到一片嘅大草原。唞翻順條氣先係咪？大草原，睇到冇？哇！但係今日好塞車啊，都冇啲車。呢度咧，那拉提嘅我睇到咧唔一樣嘅地方就係佢係成片大青草原，跟住遠處咧就係嗰個雪山咯，就唔一樣。1、2、3 ，action！ 哇！暈低啊喂！幻想你哋喺草原啊！
嘅梯級咧就係石級嘅，石級啊，咁都 OK 啦，身高啊！自己係坐纜車落去都得嘅，哇！上到嚟呢個頂，風景係好靚啦。不過你聽到而家我唞氣聲，你都知道，唔簡單啊！黑嘢唔簡單啊！抵到個風度，一流，人係多啲啦。咁而家行去打啊！最靚嘅一個地方啦。行翻落去啦。咁咧，你睇到呢啲梯級咧係佢係唔平均嘅喎，所以落嘅時候就要小心啦。不過佢就唔係好大級，唔係好大級，所以係 OK 嘅。沿途行翻落去，去旅行啊，乜都好，真係要趁呢個後生啊！諗起以前後生嘅時候，呢啲咁嘅樓梯級啊，真係濕碎，跑自落、飛自落都冇問題啊！而家真係冇咩減啊！所以年紀如果再大啲嘅話，真係唔係搞笑喎！記得要嚟旅行就要趁後生啦！唔係講等到你有錢咯，等到你有錢嘅時候，你冇健康，你想行嚟行去都難咯！所以記得啊，有錢就冇收住啦，行啊！飛啊，旅遊啦！呢就係第二站啦，第二個景點站。呢個站呢就叫做天目台。天目台啊，體驗區啦。我喺度都有啲小食嘅嘢咯，小食嘅嘢，跟住入面嗰度有嗰啲蒙古包啊，蒙古包，咁咧一樣係話呢度都好靚嘅風景呢度。有人唱歌。真正的来的是机会。我喺度咧就好中意跳舞嘅。區咧係屬於5星級5個 A 級嘅景區嚟㗎。再對面一下。
骑马的背后美女们好，在这个险堆面上骑马的开始骑马了。有没有想骑马的帅哥美女啊？啊，在这个险堆面上骑马的开始骑马了。嗱咁咧喺度咧亦都有嗰啲節目就係講你愛騎馬又可以，你愛騎馬跟住愛影相，全部都有啊！族衫啊，全部你哋都可以租啊！租咗就去影相，哇！啲靚女啊嚟到呢度啊，睇瘋狂啊，瘋狂啊全部！这个别的地方很少，这种内蒙跟新疆有。有機會過嚟你自己試下睇啦。呢個就係佢哋新疆嘅宮廷香脆牛肉餅啦，好似差唔多我哋嘅 Roti Canai 咁樣嘅整法啦。我哋 Roti Canai 咁嘅整法，入邊係包啲牛肉。牛肉餅啊，現包現賣的。哇，很香很香，好香啊！係整完咗就要咁樣訂啊！雞蛋灌餅啊！靚女咧化妝化到好緊要啊！靚啊！啊，呢個係另外一個啦。嗱，呢度咧係最後一個站啦，最後一個站叫做遊牧人家。然後我們在這裡活動1個小時，現在是6點48，就算6點50分。6點50分，我們7點50來排隊，就是到這裡來排隊，看到沒有？下山坐直接車排隊的地方。然後衛生間啊，在這後面，這後面，對。然後其他啊什麼這個吃的地方可能這樣都有。然後要騎馬的人，然後我們準備80塊錢，自己到那兒交，跟着我來啊，10個騎馬的跟着我來，只需要一個人只需要80啊，1個小時時間。喂，又唔俾我哋上廁所，又叫我哋騎馬條友真係啊！係啦，屎都出埋啊！嗱，呢度咧亦都好多衫租啊！有馬仔啊，馬仔啊，羊咩咩啊，山羊啊，山羊開泰就呢種羊啊！呢度係空中草原遊牧人家馬隊，嚟到呢度就係要騎馬啦！啊！騎馬嚇，遲咯！冇袋咧喺度。啊，袋咧啊冇喎，呢條友唔係俾我哋啊！廁所喎，哎呀唔俾我哋廁所先直頭騎馬。哇！我咪彈到出嚟，彈到了啦！啊！來都冇知啊！睇到啊，前邊係乜嘢啊馬啦？咁而家我哋就開始要騎馬啦，來兩個人一起的，啊，阿馬哥，哇，來，OK，上馬咗啦，睇到馬哥，抓住前面，哎，我走前面可以嗎？小弟，我走前面可以嗎？哎，我要拍他都拍不到啊！哎，哇！啊！好挫啊！
走，还有，啊，看到吗？啊，懂吗？第几次骑马？第几次骑？啊，我是第2次了，在中国是第1次，太少了。因为有2个，太长了。哇，有聪明的朋友，哈哈。安德，啊！喂，單刀試得出去，我翻啊！哇！你睇呢個皇帝啊，嗰個係咩？皇帝嘅座位啊！哇！皇帝嘅座位啊，跟住嗰隻牛拉皇帝嘅座位啊！啊！大隻呢隻牛，呢啲係山牛嘅呢啲。真㗎！我都感覺俾人開後艇花咁啊！咁又影啊！會啊，換手啊喂！啊！去的時候我們兩個一直在喊慢點。我一次第一次啊，慢點。最後他很大膽了啊，他講我要1個啊。哎呦，那個。不過影到好靚哦，拍到很漂亮哦。咁我蝦字㗎，你以為你㗎？今日又薑糕啦，啊，今日就開鑊用薑糕，茶撈油，嚟，哇！而家係時間10點幾啦，10點幾就係我哋晚餐嘅時間啦。哇！我哋啱啱咧就喺嗰個大草原啊，翻到嚟咁樣咧就晚餐啦。咁晚餐咧今日我哋就會喺呢個蒙古包入邊啊，蒙古包入邊食晚餐。OK，so 船頭婆咧就包咗成個呢個蒙古包啦。咁咧我哋就喺入邊呢度就食嗰個晚餐啦。啊！哇！呢個有啲肥啊！有你啦，養啦。你可唔可以食啊？哇！其實呢個好食啊，呢個硬啲，但係好食。為咩咁腍咧？都是它軟的，一般不是很硬的嗎？哦，有一個是那個脆脆的，那個很香哦。哇，這個能量真厚的，這個能量大真厚。這個呢？這個是什麼？這一個 jelly 啊？蜂蜜啊？哦，新疆嘅鹽菜啊！呢個係新疆嘅油麥啊！有冇？凍喎，鹹喎，又酸喎。啊！咁咧，而家咧，我哋就食到一半，咁咧，我哋就要出去，因為有一個火尾火等緊我哋出去啊，要跳舞㗎，餘興節目啦。咁咧，出邊有10幾個人等緊我哋，
就因為我哋遲到咗。OK， 佢咧就係喺我哋嘅呢個民宿嘅出邊呢度啦，到呢個空地呢度。咁咧佢哋咧就有準備啲特別嘅節目啊。等咧中間呢一個咧就係會起火啦。咁咧應該我哋會圍向呢個火圈嗰度跳舞啦。尊敬的各位来宾、慢慢笑。先生们，大家晚上好。好。欢迎你们来到美丽富尔辽阔的那拉提大草原。我们那拉提呢，具有独特的自然景观和悠久的历史文化。首先，我代表我们草原上热情好客的哈萨克族同胞对大家到来表示热烈的欢迎和衷心的感謝，感謝你們。接下來大家請欣賞哈薩克族舞蹈黑走馬，哈的腳的吧。走馬舞啊，走馬舞啊。谢谢。下面呢，我现在要邀请现场的所有的游客朋友们，一起跳起哈萨克族民间舞蹈黑走马，他的脚的吧。哇！哇！靚女啊！來啊來啊！來啊！來啊！來，大家一起，各位看了。來啊！圍這個篝火，圍一大圈。來轉圈子，下！哇！下起碼。哇！这边。啊！谢谢大家，很强哦，好厉害哦！接下来我们要邀请一位英俊帅气的小伙子给大家带来的大家最熟悉的一首歌。哇，好大個！哥哥多海的牧羊人。啊！我來，我的朋友來。大家一起來好嗎？好。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它陪着我哭泣，你的同龄声仿佛还在我耳边响起，告诉我你曾来，却让我一醉不起，不愿意爱漂亮。和你不辞而别，开满街让我忘记。好听，好听。哇，好听！
毡房外又有座铃声声响起，我知道那一定不是你，真没人唱出像你那样动人的歌曲，再也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我在天天做海。happy 啊 happy 啊喂 happy 啊，哇好 happy 啊！是不是因为那里有美丽的啦啦天，还是那里的心？哇開心啊開心啊！毡房外又有座鈴聲聲響起。哇開心啊開心啊！有靚仔啊！哇哇哇哇哇哇哇！終於有靚仔跳舞啦！哇開心啊開心啊！謝謝。好的，謝謝。哦哦哎！哇，謝謝謝謝，謝謝你們，謝謝謝謝，哇，又餓咗啦，又翻入去再食啊喂，啊，好，呀可惜，哦。我忍很久，而不醉我自己。一唱的歌，就让我一醉不起。我愿意陪你看破水色，穿越隔壁。再没有一个更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記。嚟到邊個？邊個去唱？有歌嘅，有歌啊！我